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，今日就講2021年嘅 DSE 題目第34題，呢條 Transformations of Assets 嘅題目嚟嘅。講落去之前咧，就麻煩大家 share 啦，訂閱我嘅頻道同埋俾翻個 like 我。呢條咧就俾埋個圖你嘅最好啦，乜都唔使講啦。我哋用 program 做噶啦，唔使諗。首先咧寫個咩啊？寫呢個base 係5啦，呢個 base 都係5啦。呢個係-40嚟嘅，呢個就02。OK。首先用 package A、package B 個 program 做 package，P3 啦，得唔得？首先入個係5啦，個 base 係，跟住 y-axis 嗰個咧都係5，好啦，然後就入點啦，就-4啦、0啦、0啦、2啦 ，OK，咁就話俾你知 y 等於乜嘢喎？照跟住撳啦 ，y 就等於25，跟住咧就係 x 嘅1/2，即係開方啦，即係1/2次方 ，OK，咁又或者係 x 嘅負1次方，然後咧就係 y 嘅2次方，咁跟住係625。似乎咧，嗱你睇呢個625咧，4個答案都625啊嘛，咁就係用呢一個 format。咁但係佢咧就 x 嘅負1，咁 x 嘅負1次方你要識喎 ，x 嘅負1次方咩？即係1 over x 啦，咁即係 over x，所以係 y square over x 等於625，答案就係 cat 嚟嘅，得唔得？都係快靚正噶啦 ，OK。好啦，至於呢一個用 package C 嗰個即係派街坊嗰個系列咧，如果你要攞個 program 咧，你去翻 package C 個播放清單咧，就揾到有一條叫做 Transformation of Assets 嘅片噶啦 ，OK。你到時自己去睇點樣入個 program 啦。嗰度教埋你點樣用噶啦，所以你哋發覺我做呢啲題目咧，我都唔教你點樣用個 program 噶啦，即係如果題咁樣重新教你點樣用個 program 咧，就講到天光 ，OK。program 4啦，我哋呢個 package C 嘅，package C 就入點先嘅，0啦、2啦，跟住就-4啦、0啦，兩點入邊一點先冇所謂 ，OK。跟住 x-axis 啦，跟住入個5，y-axis 都係5，個 base 係5啊嘛。好啦，問 x，咁問你 x 嘅 ，OK。呢條數咧入個 x 係1先啦，試下好冇？即係 x 係1嘅時候咧。y 咧就等於25，OK，咁睇一睇咯。x 係1嘅時候 y 係25，A 啱唔啱啊？25嘅 square 係 OK 嘅喎，625嗱，心算都算到噶呢個，即係有機會係 OK 嘅。第二個咧唔得啦，因為 x 嘅 square 係1，即係1啦，1乘25，即係呢邊係25嚟嘅。OK，咁所以呢個唔得。呢一個咧都唔得，即係得翻 A 同 cat 啦。OK，入多個咯，係咪 ？x 係2咯，係咪？x 係2嘅時候咧，即係 x 係2嘅時候咧 ，y 就等於35.3幾 ，OK，唔使驚有呢個噶啦嘛，我哋咪睇個而家剩翻 A 同 cat 啫嘛，睇一睇咯 ，x y 嘅 square 得唔得？睇下咪625咯，唔啱喎，2500，好啦，睇下 cat 個答案啦，就 y 嘅 square 除 x 得唔得？x y 咧因為最後入嘅第二組數，咁已經佢 store 晒入去噶啦，x 條625，所以答案就係 cat， 搞掂 ，OK， 就係咁簡單啦。呢啲咁嘅題目咧，即係講真係俾埋個答案你咧，你用個 package C 咧，有時撞咧就仲快過你計 A、B。如果佢俾咗個，佢已經講到明係咁嘅 format， 叫你揾個 B 咧，就反而用嗰個即係 mode 5咧幫一幫你咧就好啲。否則的話咧寫到咁樣啦，咁你咪直接計咯，即係直接塞入去就完噶啦。OK，跟住即係希望。即係我用唔同嘅角度去即係展現一個點樣好好用嘅 program 啦，希望大家明白。level 1噶啦，即係 program 噶啦，都係 ABC 啦。OK，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